好来，继续要来讲这个52台到底正要来接手呢？公益团体早起开记者会，挺公共集团进入到52台。有学者来表示，只有公共集团有经验，会当甲无共文化的宾馆来做结合。台湾新住民人权协会嘛讲，若是公共集团会当进到52频道，嘛当互大家看到更较多优质的节目。公馆集团加油！台湾环保联盟文化建设研究学会代表摆一排，有超过100位教授专家的力量，连续要支持公共集团徛起新闻精彩时段52频道。应该要考量申请单位的社会的伦理以及它的公共性，来提供阅听人更多的这个真实的、公正的报道。那它现在除了公共电视台1、2、3台之外它其实呢就是这个原民台还有客家台都在里面。公共集团的新闻节目内容受到公益团体的肯定，当然对于弱势重视，各有公共集团的多元性，拢是优点。我们需要的是公共性去照顾不同身心状况、不同年龄、不同辅助需求的人的文化平权，所以我们也期待在这个52频道里面，在能够兼顾公共性跟兼顾了这个商业的这个电视的这个可能趣味性52频道开放竞争，公益团体嘛希望政府和业者会当替公共集团留一个位给因。